最後啦，我哋會嚟到今日最後一個靈氣啦，自我價值靈氣。呢個係一個我好中意嘅靈氣系統，因為首先自我價值其實係好影響金錢能量嘅。如果你個人自我價值低咧，你係好難財富豐盛嘅，因為吸引力法則講嘅係，即係成日都講同頻相吸啊嘛。你本身都覺得自己唔值得嘅時候，咁你又點會金錢豐盛啦？我哋必須要確認自己係豐盛，你先會顯化到豐盛嘅結果出現。所以即係話咧，缺乏自我價值係會障礙住我哋成功同幸福嘅。咁而我自己本身咧，以前都係有一個好強嘅自我價值感低嘅問題嘅。即係雖然外表可能睇唔出啦，但係的確以前由細到大我都係一個好自卑嘅人啦，所以會好擔心自己失敗啦，亦都唔相信自己，所以我變咗啦，好需要人哋鼓勵嘅。我係一個好需要人鼓勵嘅人嚟嘅，我要好需要人哋去認同我，我先會認同自己。即係如果我做嘅嘢冇人認同我咧，我就會覺得自己係做得唔夠好，我永遠都會覺得自己唔夠好。所以啦，呢一個靈氣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一個靈氣，亦都好實用嘅，因為自我價值真係同豐盛係好息息相關。好，咁點解會自我價值低咧？第一就係我哋潛意識入邊有一個冇價值嘅能量，通常呢一種形成咧都係嚟自於原生家庭嘅父母俾你嘅 message，令你會有一種覺得自己唔夠好啦，唔值得被愛啦，或者覺得自己唔會成功嘅信念喺度。當一個人缺乏自我價值咧，第一會好容易陷入咗唔健康嘅人際關係，即係例如頭先我講嘅過度付出，你會覺得自己要做好多嘢先會令到人哋去愛你，你會覺得自己唔夠好，即係可能你一段關係出現問題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係咪我唔夠好啦？係咪我唔夠聰明？我唔夠靚？我身材唔夠好？跟住好容易可能會過度付出啦，缺乏安全感啦。第二啦，就係可能會做咗一啲根本你唔啱嘅工作，即係你唔信你自己有能力用你喜歡嘅方式賺錢，跟住你就會去屈就妥協做一份其實根本你唔中意嘅工作。即係簡單嚟講咧，我哋會好容易自我限制同埋話委屈自己，基於你缺乏自我價值。而如果你想去解決呢個問題啊，傳統心理學上咧，佢哋嘅方式就係話你必須要揾翻你缺乏自我價值嘅根源，即係發生過咩事令你缺乏自我價值，要揾翻呢件事去修復。但係其實係好難嘅，因為如果你記得個 concept 就係能量係 everything 嘅話，因為你能量層面冇做清理嘅時候，你幾多嘅正向思考其實都好難做到一個徹底嘅轉換。咁而靈性層面上嘅障礙就係包括你本身就有一個好重嘅自我價值感低嘅能量啦，所以變咗你嘅能量同你想俾自己嘅信念唔係一個同頻嘅狀態。第二就係你父母長期繼續喺度灌輸緊一啲負面信念俾你。第三就係你同人有一啲負面連結，即係可能有啲負面嘅人長期打擊住你啦，可能係你嘅另一半咁樣。咁你處於一個負面嘅環境，咁你做幾多正向嘅嘢都解決唔到嘅，因為你本身就處於一個 toxic 嘅環境。而自我價值靈氣最大嘅好處就係我哋唔需要知道咩原因先可以做到療愈。佢亦都會直接去療愈翻我哋情感創傷嘅根源，因為冇人一出世係缺乏自我價值，冇人一出世係缺乏自信嘅，從來都係因為我哋成長嘅經歷入邊發生過事件而導致有呢一個問題出現。咁所以佢就會去療愈翻過去嘅事件，其實佢主要就係療愈翻過去令到我哋自我價值咁低嘅事件，所以就會係從根源上去處理咯。跟住用一啲正面嘅情緒去取而代之，呢一個就係使用自我價值靈氣嘅步驟。第一就係一樣設定意圖啦，第二就係開啟靈氣，或者你有任何嘅個人意圖，亦都係喺呢個時候講啦。咁課自我價值靈氣嘅就係好萬用嘅一句，我願意釋放任何障礙，我建立自我價值嘅限制同埋能量，跟住就可以開始準備做靈氣啦。自我價值靈氣咧，係冇任何靈氣符號嘅，係啦。咁點做咧？咁第一就係去想像靈氣嘅光芒白光啦，淨化你成個人啦，淨化你所有唔
和諧嘅意圖，即係咩咧？即係一啲負面動機啊！即係可能例如你係因為出於恐懼去維持一段關係，或者你出於私心去想要一樣嘢咁樣，咁呢就係一啲唔好嘅負面嘅意圖啦。第二就係去開啟心輪，心輪即係心口呢個位置啦。咁啊，想像你心口位置咧係充滿住呢個粉紅色嘅光啦，咁呢個光亦都會去慢慢擴大。咁亦都喺呢個時候咧，邀請宇宙去幫你設定今次呢個療愈嘅一個最高最善嘅意圖。跟住啦，你就要去思考嘅，係要自我去下功夫嘅呢一個療愈。你去諗下，你生活中有啲咩嘢係你好想要，但係你又覺得好難擁有。例如，我覺得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好難，或者我想要月入10萬，但係我其實覺得月入10萬係好難做到嘅。你去諗下，或者一段完美嘅愛情遇到一個真係同我好夾嘅伴侶，你諗下有啲咩？點解咧？因為其實你有呢一種感覺，你又覺得好難擁有嘅呢種感覺，係因為你潛意識唔相信你有能力去擁有，或者你覺得你自己唔值得擁有，所以你先會有呢種感覺嘅啫。咁當你思考到啦，然後你就去感覺下身體有邊一個位置去做療愈，係可以療愈到你呢個問題咧。咁你就將你嘅雙手放喺嗰個位置去傳送能量啦。如果你冇收到任何嘅信息嘅話咧，就可以將你嘅雙手放喺太陽神經叢，即係個圖入邊臍輪嗰個位置，即係下邊數上去第3個嗰個位置。個身體嚟講咧，就係你手踭平放打橫嗰條線嗰個位置，就係我哋太陽神經叢。咁就雙手放喺嗰個位，然之後就去重複默念肯定句，即係例如，如果你講緊愛情嘅，咁就係我值得擁有一個完美合適我嘅伴侶，跟住不斷重複去念呢一句嘢，去傳送能量，跟住就想像自己擁有咗一個你想要嘅伴侶嘅畫面係點樣，跟住到你覺得療愈完成啦，咁啊同平時一樣啦。如果我仲需要任何能量嘅，而家傳送到我身上之後就我意圖進行接地，完成一個靈氣自我價值靈氣嘅療愈咯。為咗呢個療愈可以順利啲進行咧，會建議你平時先去諗咗頭先我問嘅，你覺得有啲咩你想要但係你未有嘅嘢，然後同時間為自己寫好晒啲肯定句先。咁到你做療愈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直接開始念翻你本身寫好咗嘅肯定句啦。好，唔會喺今日呢個課堂做嘅，因為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啦，同埋亦都係需要時間去思考嘅，即係但係咧，今日我會分享一個簡單嘅用法，亦都係好好用嘅，就係因為呢個符號其實係冇任唔係呢個靈氣係冇任何符號噶嘛，所以咧你可以當佢係一個輔助療法去用嘅。你平時做完靈氣啦，或者平時你冥想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意念。我而家要開啟自我價值靈氣，我接收嚟自自我價值靈氣嘅一切最高療愈訊息。跟住你就想像有一股白光係從宇宙源頭落嚟，由你嘅頂輪進入到你全身成個人。跟住之後呢一個白光嘅能量就係自我價值靈氣嘅能量，咁佢就會持續去幫你去做清洗、淨化，去療愈你自我價值低嘅問題。你只需要就係意念，我啟動自我價值靈氣，而且我會接收嚟自呢一個靈氣嘅一切最高療愈信息，跟住之後就意圖佢會自行運作，咁就得㗎啦。呢一個係非常方便嘅方法嚟嘅，可以用喺自己身上啦，亦都可以用喺人哋身上，就好似送一個祝福俾人咁樣，非常方便。但係當然啦，如果你想有效果更好嘅，咁一定係放你嘅專注力，就好似頭先我講嘅每一個 step 去跟住做。